我排球社 Hope Hall 係一間體育學校，我哋嘅理念係希望打破運動只屬於專業選手嘅呢個印象。無論你係任何年齡或者有冇基礎都好，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適合自己嘅課程愛上運動。咁我哋依家由排球開始，未來亦都會拓展更加多嘅體育項目。我哋發現一啲成人嘅學員，佢哋技術差異好大，有啲人可能係從未接觸過排球，有啲人可能有基礎但想精進技術。而分級嘅教學可以令到佢哋跟翻自己嘅程度、自己嘅節奏而去學習，唔會因為有啲太大嘅技術差異而導致自己喺錯誤中學習。咁例如 Volley Basic 呢個班咧，就會比較係課初學者啦。咁佢主要咧就會教一啲排球嘅基本功啦，例如排球最基本嘅開波啦、接波啦同埋扣球嘅。而 Volley Pro 呢個班咧就會課一啲進階嘅球員啦，比較着重係一啲戰術嘅配合啦。咁樣樣咧就可以提升翻學生嘅一啲成功感啦同埋成就感嘅。興趣係嚟自參與感同埋樂趣，我哋會設計啲輕鬆小練習融入訓練，例如分組對抗或者係趣味挑戰，令學員可以喺玩樂之中自然練習。咁同時間課程就係強調團隊互動啦，就好似大家一齊輪流猜波啦，同埋一齊合作得分咁樣，就俾學員感受到排球嘅社交魅力。咁其實咧呢個課程咧，學員一開頭都係想試下嘅啫，但係後尾就發現識咗好多好隊友啦，同埋都發覺排球都好好玩啦，所以就持續繼續參加呢個課程啦。咁我哋未來都會計劃同一啲慈善團體或者一啲社區中心去合作，就會專注喺一啲咧有特殊需要嘅人士，例如一啲 SEN 嘅學童上邊有一啲體育嘅發展啦。因為我哋都唔單止就係希望可以共同去推動呢一個本土嘅體育發展，我哋都好希望咧係可以關注多少少有特殊需要嘅人士，佢哋嘅體育發展，幫佢哋創造一個更加完善同埋積極嘅體育環境。係咁，其實咧一路中學嗰陣時都有打開排球啦，咁然之後咧翻嚟呢一度嘅時候都丟低咗一段時間啦，咁啊嚟呢一度去學打排球咧，發現佢就同以前真係打隊嗰啲時候咧嗰個執嗰啲小技術啊，又或者係啲個人練習方面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提升，咁所以就喺呢一度學排球都得着幾大。你可以，我覺得新手向啲又有，咁然之後如果想進階少少執下啲小技術嘅話，我又覺得佢哋都好俾心機咁樣去做。源於係套動漫《排球少年》開始，係啦，咁本身我係冇打過排球嘅，完全唔識嘅。不過就係因為成班朋友一齊，因為呢套動漫，所以開始咗我哋呢個排球嘅活動啦。其實好多唔同嘅技術都有學到，最緊要其實都有一個概念，就係所有嘢都係體能做起啦。咁跟住有好多小技術，其實排球就係講求一個好細微調整嘅一樣嘢。咁其實好多時佢哋教嘅時候都有好多細微嘅調整啊，又或者係一啲小技術上邊一啲發力模式啊，或者係一啲好微細嘅動作上邊，佢哋會有一啲調整俾到我哋。咁如果自己出去即係盲打嘅話，其實好多時留意唔到呢啲細位。喺 Hopper 入邊咧，我會學到我自己個職責係應該喺邊度。咁我講補充翻少少，我本身打中間嘅。咁一開始如果我嘅理解係中間淨係攔網同埋殺波咁就完啦。咁但係喺 Hopper 入邊咧，其實就已經學識到，原來我個波飛埋嚟，我唔係淨係要攔完網就準備打波算數，我仲要望下後邊自由人喺邊度啦，唔好撞到自由人啦，亦都唔可以撞到個 setter 啦。如果同一時間我有機會要接波啦，或者幫手做修正嘅，所以我就喺 Hopper 入邊咧就會即係學識到原來中間其實好忙，同埋知道多少少原來中間要做嘅嘢。